王大人，不会的，我可是亲眼看着他死的，他怎么能死而复活呢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啊，你就是太相信你这双狗眼了。王大人，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哼，王大人，我能见见你说的那位水哥吗？当然，我让你来，就是为了让你见他。啊，我要是见到了是那位水哥的话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慢，他能认出来你吗？啊，那不会的。杀他的时候我是蒙着面的啊。怎么，要在我府上杀人吗？是他吧？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。卑职失职，听候王大人处置。杜大人，王大人，是我疏忽，是我大意了，让他多活1年。此话怎讲啊？请王大人给我一次补过的机会。你还要什么样的机会啊？把他交给我，我让他马上从你面前消失。马上消失？啊！在这儿，我把他叫到这儿，你一刀砍了他，是这样吗？哼！千里长堤，毁于蝼蚁之穴啊！水哥迟早会知道他父亲的事，迟早会找到你们的头上，也会找到我这儿，因为根子在我这儿。所以水哥他必须死啊！是，让他死，是为了永绝后患。可是长安，毕竟不是瓜州啊，更不是戈壁大漠。我的王府也不是你杜衡杜大人的刺史府，更不是你毛里求毛校尉的兵营。把他叫到这儿来，一刀砍了他容易，可是能永绝后患吗？他是我儿子请来的武师，是大张旗鼓请来的，是许多人都知道的。他能从我的家里消失吗？哼！水哥有金银铜铁4个兄弟，个个身怀绝技。如果水哥在我的家里消失，他们一定会来找我的儿子要人。那个时候，我能脱得了干系吗？哎呀，杜大人、王大人，我知道宝物的下落了。杜大人，你还记得我昨晚跟你说的话吗？我们进客栈的时候，街道上有几个少年在争吵，他们提到了水哥，我还以为我听错了。盗宝物的，会不会是他们的人干的？他们中间确有一个神偷。对呀，王大人，一定是他们干的。真是谢天谢地呀！王大人，谢天谢地呀！你看，水哥走投无路，偏偏到了您的府上，那个小毛贼又偏偏偷了我的宝物，这真是天赐良机啊！只要抓住那几个小毛贼，就能牵出水哥。水哥又没有偷东西，如何牵出？王大人只要放水哥出城就成。我们抓住了那几个小毛贼，
水哥不会坐视不管的，他会主动送上门来，到时候一并就地处决。不行，不能在长安城制造血案，包括瓜州客栈。押解盗贼出城总可以吧？到时候我让他们葬身在戈壁大漠上。好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要的是万无一失，宁可不做，也不要有半点破绽。明白。是。啊，告辞。请。哎，童哥，那儿。喝酒啊！啊！滚！让你们都给我滚！大人，丢了一样假宝物，用得着这么生气吗？来来来，啊，喝酒喝酒！来，哎呀，哎，店家，来没酒了啊！马上！哎，来了，生气啊！啊，别生气，再来2壶啊！好嘞。这位客官，您来我们酒楼喝酒就是为了高兴，可能生气啊？生气啊，不易消食，还压抑酒性。哎呀，这个兄弟说的对呢，假宝物就是给贼预备的，现在派上用场了，贼偷走了假的，咱们留下来真的，大家应该高兴才是吧？高兴个屁！刚到瓜州客栈就被贼偷，我觉得晦气。哎，所以我们才来喝酒嘛。哎，对，晦气，酒中去，鸿运杯中来。你说什么？鸿运杯中来啊！说得好，对呀，大人，这位小兄弟这么会说话，我特别爱听他说。别小看端盘子的了，长安城可是卧虎藏龙之地啊！是啊，连贼都如狼似虎的，屁股还没坐稳，就下手了。听二位爷刚才说的那位贼，并非高手啊，没眼力嘛。他要有眼力啊，我可就惨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每一件东西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。哎，大人，哦，我跟你说，不能瞎说，不能瞎说。二位，您喝酒啊。差不多。帮我陪二位爷上2壶酒。啊，稍等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那急，方便请。铁哥，哎，快！啥事儿啊？咱们偷的东西的确是假的。银哥去过玉虚店了？没有，不用去了。那个丢东西的人在前面喝酒呢，他们说的，我还和他们拉扯2句呢。咱们拿了假的，要是拿的真的话，那就价值连城了。可惜呀，可惜。
没啥可惜的，咱再去一次。我偷的那件宝物呢？你不是送我了吗？哎，你去没去珠宝店啊？没去，明天去。怎么了？你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据可靠消息，咱们偷的那件东西确实是假的。对，我觉得很丢人，很羞耻。不过，洗雪羞耻的机会还在。你啥意思？今晚再去一次瓜州客栈，拿一样真的回来。啊，不行，我反对。请你说出你反对的理由来。没有人笑话你偷的东西是假的。我觉得有所谓嘛，把假货给我偷的人在耻笑我嘛。所以，你反对的理由不成立，驳回。唉，我也反对。你看，哎，理由？人家丢了东西，自然会加以防范。如果你要再去的话，会有危险。对。行偷就是冒险，怕危险就不会行偷。何况以假货让偷手上当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想到偷手胆大包天，会再次下手呢？所以，你反对的理由也不充分，驳回。铁哥，咱能不能不偷啊？不能。你是不是只愿意听水哥的话？是啊，我愿意听水哥的，有我愿意听的理由。水哥救过我的小命儿。哎，我们5个人当中啊，水哥的贡献最大，他每月挣50两银子，咱呢？你们作何感想？反正我很惭愧，我得向水哥学习啊。他凭他的本事和运气，我也要凭我的本事和运气。他能挣，我能偷。我偷的是贪官豪强，这叫偷富济贫。童哥，你反对不？反对。啊？你看，也不反对。你啥意思啊？你要执意去偷，我就帮你，帮你降低危险。哎，你们听听，这就是哥们儿，这就叫兄弟。哎，你们2个要是愿意帮忙，就一块儿去；不愿意帮忙，就躺着吃现成饭。董哥，睡觉，后半夜行动。哎，我说你们，都准备好了啊，都准备好了。杜大人，现在就看他们什么时候来了。把网张开，什么时候来，就什么时候抓。是。走。等等，你们，我说你们呀，一起。啊！走。
喝嘛，天下太平。还是小心点为好。没事的，我去了。等等，你看，还是天下太平。放心吧，我走了。小心。明哥，你绕到大门来，守住大门，万一有什么事，接应我们。好。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应该不会。半天了，没想到吧？没想到，没想到。我还是不放心。那咋办？看看去。走。哎，你让他把刀放下来，我害怕。你别动，再动我割断你的喉咙。好，我不动，我不动。把家伙拿出来。好。怎么样？我听话吧？啊？让你楼下的兄弟上来，有事好商量。兄弟？我哪儿来的兄弟啊？没有啊。铁哥，铁哥，铁哥！哎，都别喊呐，脖子上架着刀呢。抓贼呀！兄弟们抓贼呀！快，抓贼！快抓贼呀！杜大人，已经围住他们了，抓起来！兄弟们，给杜大人好好表现表现，给我上！谁敢上？谁敢上？今天就让他身首分家！上！给我上！他们打不过，也抓不住的。别让他们跑了！杜大人，他们手里有家伙，没法近身啊！
放下你们的家伙！哎，都别放，快点跑啊！哎呦，铁哥，你打我！放下！大人，宰了他，下去擒那几个小毛贼！放屁！几位少侠，放下你们的家伙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哎，快跑啊！逮住了就完蛋了，赶紧跑啊！铁哥，撤！铁哥不救了，回去想办法，东西在我们手上，他们不敢把铁哥怎么样。快撤！快，堵着大门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撤！抓住他们，一个也别让他们跑了！看一下，一只废物！抓住他们呀！快！我没说错吧？你是逮不住他们的。闭嘴！我吐，我叫你吐！行了，看好他。是。去波斯酒楼。是。来人，在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给我押下去！是。铁哥行窃已是事实，铁证如山，不容辩驳，无法抵赖。依我之见啊，要救铁哥，只有一计可施：去找水哥，让水哥向王大人求情，让王大人从中周旋，送还偷物，给人家赔礼道歉，方能逢凶化吉。除此之外，别无良方。这个傻使御史啊，对，御史大人能为一个贼说情吗？要是水哥，不，铁哥，要是他干儿子还行。哎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找王林也行，让王林去找王大人，王大人不必亲自出面，他手下人就能把这事摆平了。哎，还有，这位杜大人带礼物进京，分明是来走门子来了，能让他认识王大人，没准还会喜出望外，求之不得呢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看成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去御史府找王林。谁啊？店主有请3位。啊？店主？怎么了？店主说什么事了吗？没说，我也是睡得稀里糊涂的，就让我过来叫你们。哎，咱们去瓜州客栈的事，店主知道了吧？啊？哎，店主是一个人吗？没看见有别人。坏了，会不会是杜大人来抓咱们了？也许是吧。凭啥？咱们去瓜州客栈了吗？有证据吗？咱没去瓜州客栈啊。算了，铁哥在人手里呢，纸里包不住火，店主早晚得知道。走，行，跟他说理去。走，跟他说理去。走，请。请。里边请。啊，走。你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放开我！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哥几个，对不住啊，别怪我啊！你们，住手！哎，你们几个净给我惹麻烦！我们给你干活，你好意思呀你？为什么要偷人家东西吗？没偷。铁哥偷了吗？啊？说话呀！上次偷的东西呢？撂了。啊！听你们俩说是假的，我们就给撂了。撂哪儿了？快说！我告诉你，我哎，没撂。他骗你的，林哥。真没撂。没撂，我给收起来了。
好，很好。说哪儿了？想知道吗？我也不告诉你。来啊！来。我知道，肯定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嘛。去他们屋。哎，请。他们想干什么？走，你们快点走，快点。东西呢？把我们放了，再把铁哥放了，我就还给你。还不还东西？我只告诉你一遍，放了我们，放了铁哥，我就还你。带走！哎，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嘛！你们走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老实点！哎。子曰：“君子尚勇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尚勇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上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上。”子曰：“君子有勇而无义，为乱。”子曰：“君子有勇而无义，为乱。”父亲，燕儿，父亲，孩儿正在潜心修文呢。哦，还潜心吗？比以前好多了。啊，习武方面也有很大长进。水哥叫习有方，攻击第一。妹妹偏心，我没有，我就没有功劳了吗？她还是我请来的呢。没有父亲的允许，你能请来吗？好了，水哥呀，你来府上已经1月有余，还习惯吗？习惯。那几个小兄弟呢？还在波斯酒楼呢。啊，父亲，水哥那几个兄弟啊，个个有趣。水哥1月未见，肯定很想他们。不如把他们请到府上来玩。你很想他们？那就给你几天假，跟他们一起乐呵乐呵，怎么样啊？真的？什么时候啊？现在就可以呀。谢王大人。不请他们来府上玩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得选一个恰当的时候。你们说怎么样啊？父亲答应了。答应了。真好，水哥，你去跟他们说。好，那我去吧。告辞。啊，别忘了，还有那个波斯姑娘也一块儿来。好。王林啊。是。水哥不在，你要心无旁骛，对妹妹潜心读书。你们这倒好，当了贼还管吃管喝的。哎，你们准备把我们怎么样啊？是杀头啊，还是送官府啊？东西是我偷的，和他们没有关系。你，铁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一起的，要死一起死，要进官府也一起进。对。水哥，等等我！水哥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读书我就头疼，我来找你玩会儿。王英知道吗？我妹知道，我跟你在一块儿，我妹放心着呢。我喝点酒我就回去，不能让我父亲知道啊。好，走。哎，水哥，怎么了？赛马他
三妈怎么了？他们被抓走了，全部被抓走了，半夜被抓走的。怎么回事啊？铁哥偷东西了。偷东西？偷谁的？瓜州客栈。半夜被抓走的，我天亮才知道。想去找你，又怕进不了门。店主知道吗？店主不要他们了。水哥，你可一定要把他们救回来啊！黄林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怎么行？有难同当，走，咱们现在就杀到瓜州客栈去。真的？那当然，有我王林在，没有摆不平的事。走吧。大秃头，别动，尊姓大名啊？看样子像是杜大人的手下，对不对？倒酒。哎，你说实话吧，杜大人来京城是不是来走门子来了？啊？你去跟你们杜大人说一声，我们能帮上他的忙。啊？真的？哎，我们老大可是在当朝御史王大人府上做事的。嘿嘿，能给你攀上王大人的关系，到时候杜大人肯定连升3级啊！不是我说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呀？我要是杜大人，我肯定不要你这样的手下。脑袋挺亮，一点也不聪明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了？你什么眼神啊？啊？你要打我们？给你出主意还打人？就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，不吃。大人，请。您说，那个水哥能来吗？还是守株抓兔？上回是4个，这回是1个，跑不了了。在哪儿呢？啊，这儿，就这儿。哪儿呢？走。金哥，铁哥，哎，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呢。水哥，救你们来了！水哥，你赶紧走，别让他们抓住你们。不是1个人吗？怎么来了4个？你们2个先出去。对，你们小心点。要动家伙吗？正好试试我的功夫，给我的剑沾点人血。来，谁先来？王离，先起开。你是什么人？管不着。他是当朝御史王大人的公子，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来啊，谁上？谁先来？这儿没你的事儿。我们找他。我们刚抓了几个贼，他和他们是一伙的。你放屁！他没做贼，凭啥抓他？谁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让他人头落地！抓住那个水哥！不行，我不能忘恩负义，君子善有，引以为上。我刚验过他，我王林，王大人交代过，不能让你受伤。你这样受伤的话，我怎么跟他交代？没事，看你剑，王林。
你们几个别伤人啊！啊！来，你们没劲，他们不打了，水哥。哼！来啊，谁还要打？不打了，没劲。快让他们放人！愣着干嘛？放人！他们偷了你们的东西，我会让他们还给你们的。我代他们向你们道歉。你愣着干嘛呀你？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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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又搞砸了。大人，这次不能怪咱们，全怪王大人的公子。知道。去，把东西要回来，放人。还你东西，放人。你要干嘛？他们呢？放开！怎么着？就放他一个呀？你们俩跟着他去取东西。是。等一下，你们再委屈一会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们小心一点啊！快去吧。走。走吧。啥宝贝东西啊？打开来看看。嗯。他们不让看。不看就不看，稀罕。也没啥东西，2个豆子。不看不看，拿走。哎，我不能给你，我要拿它换人。走。看看有没有掉包啊？没有。看清楚了真假，我们概不退货的啊！我能拿假货来京城吗？本想送你们去官府治罪的，算你们运气好。我们有王大人做靠山，运气一直不错。要不要帮你牵个线，搭个桥？你很聪明啊！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。银哥，我们出来了！我来了。杜大人收好啊！哎，快下来，咱们喝酒去。下来啊！来了。银哥，没事。谢杜大人。如果以后有需要，跟兄弟们说一声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同心同德。嘿，吃肉喝酒。走，拿。走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今天我们能被救出来，功在王林。所以，我得感谢王林。来，赛马。多谢多谢。小事一桩啊，不足挂齿啊。我说了，在长安城，唯我王林摆不平的事儿。来，咱再喝一杯。来，来，喝，来。王林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这回呀，你真的把我给镇住了。
要不是你，我们几个，那包括水哥，肯定要进牢房了。进去也能把你们捞出来，信吗？信，官大一级压死人嘛。一天有。哦，这次我们几个不但没有进牢房，还保住了酒楼的饭碗，没有流落街头。一帮人够哥们儿，有义气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兄弟了。来，一言为定。哎，你先放心，我还有话要说。哎，你去跟你爹说说，给我们兄弟几个找个好差事，就在长安城东西南北中，一人管一大片，怎么样？哎，王林，别听铁哥，铁哥说梦话。这次我们确实要感谢王林，感谢王大人。来，大家一起喝一杯。好，来，干一杯，来，干一杯。云中来，风微歇，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青兰街，书法策马生风雪。斗酒世间。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忽旋雷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地缺。一曲长